沙田至中環線簡稱沙中線，係一項21世紀嘅策略性鐵路走廊計劃，已經喺2022年嘅5月，伴隨住東鐵線延伸過海而全線通車。但係大家可能唔知嘅係，呢條線早喺1967年發表嘅香港集體運輸研究 Hong Kong Mass Transit Study 入邊已經提出，但係直到50幾年之後先至正式全線通車。趁住今個月係九鐵通車114週年，就等我哋同大家介紹下由九鐵所擁有嘅沙中線項目啦。二戰之後，香港經濟開始急速發展，加上港英政府實行抵壘政策，人口迅速增長。根據當時嘅統計，香港人口由1945年啱啱打完仗嘅唔夠100萬，短短20年，去到1960年中已經再嚟突破400萬。1965年，政府意識到香港對公共運輸嘅急切需要，於是喺同年嘅7月，同英國費爾文霍士斯華伯顧問工程公司簽訂協議，負責探討各項既有公共交通系統喺香港實行嘅可行性。1967年9月1號，顧問公司呈交香港集體運輸研究，當中就預計香港嘅人口喺1986年將會達到大概686萬人，並且建議香港興建地底運輸城市軌道交通系統，建議嘅系統服務範圍涵蓋港島北岸、九龍半島、荃灣同埋沙田等地方，其中更加包括一條連接沙田禾寮坑，亦即係今日火炭站嘅位置，經過慈雲山等車站，連接尖沙咀嘅沙田線。其中舊港鐵路嘅乘客可以喺禾寮坑站轉乘沙田線，沙田線亦會同當時仲興建緊嘅九龍車站設置紅磡站作為轉乘站。另外，亦都預計九廣鐵路嘅乘客會利用沙田線繼續前往尖沙咀，再轉乘觀塘線、荃灣線，甚至利用天星小輪過海。預計計劃設置喺尖沙咀海防道地底，今日九龍公園入邊嘅尖沙咀站會非常繁忙。建議尖沙咀站設置3條路軌嘅雙島式月台，亦即係類似依家彩虹站嘅設計，嚟應付各線嘅龐大轉乘量。當中沙田線嘅路線由沙田禾寮坑開始，行經當時仍規劃緊嘅沙田新市鎮城門河東岸一帶嘅住宅區，喺穿越獅子山之後進入九龍城一帶，最後以尖沙咀作為尾站。有關工程係成個計劃嘅第5期同埋第6期，預計喺1982年同埋1984年嘅12月份分階段落成。有關沙田線嘅詳情，大家可以瀏覽鐵路嘅頻道，佢哋拍過一條專門講沙田線嘅影片，所以我哋就唔喺度多講啦。不過喺發表呢項報告嘅第2年，顧問公司發表補充報告，提及1986年嘅預期人口大幅減少到564萬人，比起先前預計嘅少咗120萬人。當中又以沙田、荃灣同埋屯門等等衛星城市，亦即係新市鎮嘅人口減幅最為顯著。因此，顧問公司就喺1970年發表集體運輸研究總報告書。總報告書建議將原本規劃嘅沙田線改做東九龍線，並將禾寮坑到鑽石山嘅路段刪除，路線改由鑽石山出發，經九龍城一帶到尖沙咀。另外，考慮東南九龍一帶有龐大嘅過海交通需求，同埋港九線將荃灣支線同觀塘支線嘅過海段二合為一，因此建議新年過海前往位於上環林士街嘅林士站。而曾經設置喺上環站東大堂嘅一組島式月台，正正就係林士站嘅預留結構。呢一組嘅島式月台已經喺西港島線工程期間被港鐵以焗漆板包圍，並且加設樓梯，消失得無影無蹤。另一方面，1975年底，九廣鐵路嘅九龍總站由尖沙咀遷至紅磡，
地鐵顧問公司亦都喺1976年發表香港整體運輸研究，建議九廣鐵路興建沙田環狀線同尖沙咀支線。另外，早喺1972年通車啟用嘅海底隧道，喺10年後嘅1982年就趨近飽和。於是乎喺1984年，香港政府就決定喺鰂魚涌同茶果嶺之間興建東區海底隧道，分流部分嘅車輛以減輕洪水嘅壓力。同時，香港政府都開始規劃興建香港嘅第2條過海鐵路，規劃將觀塘線延長至當時仲興建緊嘅港島線鰂魚涌站，嚟解決當時地鐵彌敦道走廊嘅擠塞情況。1989年，九廣鐵路亦都開始部署過海鐵路計劃，預計將九廣鐵路由旺角站向南延伸，經何文田同黃埔過海到香港島嘅炮台山，作為香港嘅第3條過海鐵路，並且預計喺1998年之前落成。但係啟德機場逐漸不敷應用，加上喺1989年北京發生6.4事件，引爆香港人對香港主權移交返中國嘅信心危機。於是者，當時時任港督隨即喺同年10月提出香港機場核心計劃，又或者叫做玫瑰園計劃，期望可以藉此穩定香港市民嘅信心。而當然入面就包括咗機場鐵路嘅計劃啦。喺後來地鐵公司所完成嘅可行性報告入邊，就建議興建機場鐵路，並且建議機場鐵路提供2項服務，分別就係來往市區同埋機場嘅高速鐵路服務，同埋方便大嶼山通勤旅客嘅大嶼山鐵路，又叫做大嶼山線，亦即係而家嘅東涌線。因此喺後續嘅香港第2次整體運輸研究入邊，就以資源分配不足為由，暫緩地下鐵路東九龍線、九廣鐵路過海延線計劃，甚至係觀塘線延伸到港島線炮台山站嘅計劃。直到1993年4月發表嘅香港鐵路發展研究入面，就建議將東九龍線納入當時規劃中嘅尖沙咀支線同馬鞍山鐵路，並且將原本嘅過海段取消，改為以地下鐵路嘅形式經過尖沙咀東部連接地下鐵路，最後喺九龍站同機場鐵路交匯，連貫馬鞍山同西九龍，同另外2個項目組成東區走廊。喺第2年嘅12月，港府正式發表鐵路發展策略報告，落實興建紅磡到尖沙咀嘅尖沙咀支線、馬鞍山鐵路同埋將軍澳支線，而其餘嘅路線，例如尖沙咀支線延伸西九龍嘅路段，同埋鑽石山到紅磡嘅東九龍線就被擱置。1998年3月，政府聘請顧問展開第2次鐵路發展研究，開始研究第4條過海鐵路嘅設計方案。當中得出比較可取嘅方法有將東鐵延長由紅磡延伸到維多利亞公園或者會展，或者興建全新嘅東九龍線，由鑽石山經紅磡直達維園或者會展。報告亦都建議興建第2條連接沙田同九龍嘅鐵路線，例如將馬鞍山鐵路由大圍站延伸到荔景站，又或者去到鑽石山站同東九龍線連接。但報告就認為呢條路線去到2011年之前未有興建嘅迫切性。2000年5月，香港政府發表鐵路發展策略2000，進一步就東區走廊鐵路嘅定線篩選出主要方案，並且建議興建沙田至中環線，由大圍前往中環，而沙中線喺港島持有2種路線方案。會展金鐘方案就建議經會展同金鐘站往中環，而維園方案就建議經維園站同北港島線交匯，再經過禮頓山站、灣仔南站同埋香港公園站去到中環。考慮到維多利亞公園方案嘅造價係比起會展金鐘方案貴，路線亦較為迂迴，政府最後就決定採用會展金鐘方案啦。而喺九龍亦都有考慮經何文田或者係基利士路服務紅磡北部同埋呢個黃埔一帶。港府亦喺2001年1月邀請地鐵同九鐵參與競投沙田至中環線項目，
兩鐵分別提出咗各自嘅沙中線方案。九鐵公司總共提交咗2份標書，建議馬鞍山鐵路喺大圍站同沙中線接軌，並且喺紅磡站妥善咁接駁東鐵同西鐵，而建造成本就大概係260億。而地鐵公司就提交咗9份標書，容許喺鑽石山站同會展站闢設同台轉乘嘅轉車站，分別接駁觀塘線同埋日後嘅北港島線，同時亦都會喺金鐘站興建分層式轉車站，方便接駁荃灣線同埋呢個港島線嘅月台。同時亦都會計劃觀塘線由油麻地經過何文田延伸到黃埔。地鐵方案嘅建造成本比起九鐵少30億，淨係需要230億。當局指出兩間鐵路公司所遞交嘅標書都有競爭力，但係政府最終喺2002年6月25號公佈將沙中線營辦權批俾九廣鐵路公司，並且預計喺2008年到2011年通車，並且即時要求九鐵研究將鐵路服務延伸到黃埔同埋慈雲山嘅可行性同埋成本效益。署理運輸局局長鄧國威喺記者會上面解釋，雖然九鐵標書所列嘅造價比地鐵高31億，但係九鐵未有提出發展物業，完全唔需要政府做任何嘅注資，又或者提供補貼資助。反而地鐵建議造價雖然比九鐵低30億，但係最大致命傷就係標書入邊需要政府提供3幅新車站或者係車廠上蓋土地物業嘅發展權，帳面價已經等同30億。加上九鐵喺新界東已經有東鐵網絡，如果由九鐵興建新鐵路，新鐵路嘅乘客量亦都會比起由地鐵建造高，長遠嘅收益足以抵消高出嘅造價。加上九鐵所建議嘅票價比起地鐵低，由沙田至中環全程票價都只係11個8，平過地鐵建議嘅10%，可以吸引更多乘客，抵消較高成本嘅影響，同埋對社會帶嚟更好嘅經濟效益。九鐵當時提出嘅方案係將當時仍然興建緊嘅馬鞍山鐵路向南延伸，連接大圍至鑽石山線、東九龍線，然後通過第4條過海隧道直達中環西。不過喺2004年，九鐵經過詳細研究之後，決定修改沙中線嘅計劃，將沙中線修改為喺紅磡車站連接九龍南線，連接第4條過海隧道，並證明做東西走廊。東鐵就改以由紅磡車站連接第4條過海鐵路直達中環，並證明為南北走廊。東西走廊連貫屯門同馬鞍山，形成一條橫跨新界同九龍嘅新鐵路走廊，而南北走廊就貫穿深港邊境同埋港島嘅核心商業區。另外，為咗配合東鐵接駁第4條過海隧道連接中環，九鐵將會將旺角東同埋紅磡之間嘅一段東鐵改造地底，前往紅磡站新起嘅地底月台，之後先至延伸過海。然而，自從港府將沙中線嘅經營權批咗俾九廣鐵路之後，就引起咗市民關注沙中線同地鐵嘅轉乘問題，亦都有唔少嘅聲音認為兩鐵最終係會構成惡性競爭。於是，港府就喺2020年6月10號首次公佈研究兩鐵合併嘅可行性，希望可以藉由合併嚟提高香港鐵路運輸系統嘅效率。2006年4月11號，香港政府通過兩鐵合併方案。2007年6月8號，立法會三讀通過兩鐵合併條例，兩鐵喺同年嘅12月正式合併。07年7月12號，兩鐵公佈沙中線嘅合併方案，其中就包括一條南北線同埋一條東西線。沙中線過海段會以東鐵線由紅磡向南延伸，經過會展站，最後以金鐘為尾站。而原本設計嘅銅鑼灣北站就因為兩鐵合併，乘客可以喺金鐘站直接轉乘港島線，更加方便咁往返銅鑼灣市中心，亦都有取消。而中環南站就因為地質同埋缺乏合適問題，
合適位置等問題而被擱置。喺而家嘅東鐵線嘅隧道末端仍然有相關嘅預留結構，方便未來延伸到中環南站。而東西線就係由西鐵經過九龍南線喺紅磡站開始延伸，經過唔喺何文田嘅何文田站、馬頭圍、土瓜灣、啟德同冇得同台換乘嘅鑽石山站，最後貫通到大圍連接馬鞍山線。而慈雲山站就因為地質問題難以興建，決定取消相關建設方案，並且改用單軌系統連接，最後就變咗做而家嘅行人設施改造工程。有關慈雲山站嘅詳細資料，大家可以睇鐵路嘅影片，佢哋有詳細介紹。講返沙中線，政府喺2008年2月底宣布將沙中線項目交俾港鐵負責，並喺2010年11月刊登憲報。呢個時候又增加咗一座顯徑站，而喺東九龍嘅路線亦有所修改，因為九龍灣填海計劃受到保護海港條例嘅影響而取消，路線由原本沿住土瓜灣道改成沿住馬頭圍道，以更加貼近區內嘅人口。因為路線、車站位置等嘅改動，加上土瓜灣站有宋朝古蹟出土，車站嘅名稱亦有所調整。港鐵喺2017年11月正式宣布，土瓜灣站同馬頭圍站分別改名做宋皇臺站同土瓜灣站。2018年5月，港鐵亦都宣布將沙中線嘅東西走廊改名做屯馬線，而南北走廊就作為東鐵線嘅延伸，繼續叫做東鐵線。2012年6月，沙中線正式動工，東西線原定係喺2018年嘅12月完工通車，而南北線就會喺2020年12月完工通車。但因為2018年嘅豆腐沙中線危機，以及宋皇臺站發現考古遺跡，甚至反修例運動嘅影響，工程出現延誤。屯馬線一期喺2020年嘅2月14號開通，由大圍延伸到啟德。2021年6月13號，屯馬線全線正式通車，由屯門可以直達烏溪沙。而東鐵線嘅嗰一段就喺2022年嘅5月10號順利通車，標誌住沙中線全線通車。但係沙中線嘅開通亦都帶動咗唔同嘅車費問題，例如同區過海唔同價、短貴長平，甚至乎車資係要計最快到達嘅車程啦，定係計成條路線嘅問題。有關唔同嘅車費問題，大家可以瀏覽火車未到站嘅專頁，呢個專頁介紹咗唔同嘅車費問題同埋有關鐵路嘅議題，有興趣嘅朋友可以去睇下。但係按照港鐵而家短平加少少、長平加多多嘅車費變動，恐怕改變呢啲問題嘅路會長達幾年，甚至接近10年。今集同大家介紹咗沙中線嘅歷史，希望大家會鍾意呢條片啦。如果對香港鐵路有興趣嘅朋友，不妨訂閱我哋係鐵士，下次見，拜拜。